有一次耶穌同門徒去到耶利哥，有好多人跟住佢哋。有一個盲眼嘅乞兒大聲咁叫：大衛嘅子孫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好多人喝住佢，叫佢唔好嘈。點知佢仲大聲啲咁叫：大衛嘅子孫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於是耶穌問佢：你要我為你做什麼？詩篇139篇23節同24節記錄咗大衛王向上帝祈求。經文咁講：上帝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呢個會唔會係你要耶穌為你做記事啊？你會唔會好似呢個盲眼嘅乞兒咁樣，喺嚴峻嘅壓力之下，仍然堅持求神監察你嘅心思，試煉你嘅意念，又將你嘅惡行呈現出嚟呢？如果呢個係你嘅祈求，你只要堅持，神必帶領你走永生的道路，以永生賞賜你。